港运动公园过去是邀请到国宝级的艺术家江青路来做2个艺术品，其中一个倒水美人，因为公园整建红台里的涂骹底，前几年挖出来开始来修复。即天北港镇公所特别来举办修复完工的典礼。 大家欢喜又安保，倒水美人，搁一摆重现北港运动公园过去邀请国宝级的艺术家江青路制作2个艺术品，其中一座倒水美人经过公园的改起，红大地的底啊，几当前才红定挖出来修复，修复的工课嘛，伫咧今年12月完工。这次倒水美人江青路大师他的作品能再重现其实过程当中非常多的这个奇迹出现。这摆倒水美人由原作者江青路的地处，嘛是有名的工艺师柯德干老师负责。即摆咱是讲较早阮师做的作品，我搁甲修复，会感觉迄个成就感就好个啦。透过民间、学校、政府共同打拼，互北港人对这个土地感情更加深。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